中秋也有真侪民众会哪食文旦哪收月，结果农委会甲人讲摕一寡果子去做加工品，让人讨济气。拢总有400万斤的文旦，互人乌白等伫咧花莲2个水窟啊，也有空中翕相的画面来做证据，结果互农委会报道转去，讲这物件拢是品质较无好的卡烧货，毋是乌白蛋，是要摕去压肥，提醒大家毋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。空中摄影机翕到这块黄青色的所在，看起来感觉真奇怪。斟酌甲看，原来这区全部拢是油啊，就是这段画面，互国民党团指控讲，农委会收来做加工品的油啊，是安怎会放等伫池仔内底，放伫协学日？批评讲这是咧吞大农民的心血。啊，农委会嘛出面讲，因无查好清楚，就走来找麻烦。那个不是仪器，那个是大果，就是我们收集次级果，次级果来做多元利用。但是挖了之后下雨了。所以就积水了，只有他空拍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根本进不去，所以空拍一看，那个是水池。为着避免较歹油啊流入去市场影响价销，农委会今年用1斤10块的价销，伫花莲收1800吨的大果，其中800吨摕去加工做精油，剩落来1000吨，因为拢是较歹较酸的，干那会当用来熬肥，所以农委会才会找一块土地挖坑，甲油啊放伫遐，互皮变软，佮经过日头晒过了后，互分解发酵速度变紧，超爱半年的时间，才有法度变做有机肥摕来用。大果就是阮农民上烦恼、上担心的，这个大果唔知要走这去。政府这个政策真的协助到农民，我们怎么把比较规格外的大果收起来？如果讲得很过分，伤害到农民、伤害到消费者，我们就会考虑提高。强调优质的油啊价销，去年是1公斤19块3，今年因为品质更加好，嘛卖到1公斤65块。农委会提资料出来翡翠，就是惊会造成农民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